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翻國內手機代購。咁以下介紹翻呢部手機啦，就係嚟自中國移動推出嘅 M81-2C 嘅。咁呢部 M81-2C 啦，其實就係較早前 M81 第二代嘅版本嚟嘅。咁其實就係亦都係啦，中移動佢哋自己第二部手機嚟嘅。咁自從中移動推出嗰部 M81 之後啦，咁其實就大受好評啦。最主要就係個性價比非常之高啦，同埋個價錢非常之抵玩嘅。咁今次啦，中移動再接再厲推出呢部 M81-2C 嘅，咁性價比方面啦，絕對唔會輸過上部嘅。咁講翻呢部 M81-2C 先啦，咁首先規格方面啦，咁同上一代比較嘅話啦，個屏幕會大咗嘅，咁今次會去到5.5寸嘅，咁解像度方面啦，都係1280乘翻720嘅啫。咁留意翻樣嘢啦，咁至於 Android 方面啦，就會用翻 Android 嘅4.4.2嘅，咁亦都係啦，用翻佢哋自己嘅 UI 做有少少改變嘅。咁至於 CPU 方面啦 ，M81 方面都用翻高通嘅 S48 CPU 嘅。咁而速度方面啦，會有翻40芯嘅 1.2 GHz 嘅。咁至於 RAM 方面啦，咁今次會去到2GB RAM 同埋8GB ROM 嘅。咁對比上一代1GB RAM 嘅話，就肯定會好咗好多噶啦。咁其次就係啦，佢會最高支援翻32GB嘅外置記憶卡嘅。咁前置方面啦，前置亦都有翻500萬像素鏡頭嘅，後置亦都有翻800萬像素鏡頭嘅。咁另外留意翻一點啦，咁今次個電池容量雖然會大咗，會去到3100嘅，咁但係同上一代比較嘅話啦，咁就今次呢部機嘅話就唔可以換電嘅。咁同埋一個最大嘅賣點就係啦，亦都係支援翻國內嘅中移動嘅4G、3G、2G 嘅，咁香港都係啦，支援翻所有台嘅4G、3G 嘅。咁其實睇翻啦呢部 M81-2先啦，咁其實就基本上個外觀咧，其實同上一代有少少相似嘅。咁但係就如果講個機身方面個做工所有嘢嘅話啦，咁其實比起上一代會更加靚仔嘅。咁機身嘅右邊啦，亦都係啦，會有翻個 Power 加減啦，同埋就機頂會有個3.5mm 嘅耳機頭嘅。咁至於機頂都係啦，有個 Micro USB 嘅。咁底部就冇任何嘅件㗎啦，咁就都係一個咪嘅啫。咁至於左邊亦都係啦，冇任何一件嘅。咁講翻呢部 M81-2C 嘅跟機配件先啦。咁其實就如果大家有買開上一代都知啦，咁其實都係跟基本嘅火牛數據線嘅啫。咁呢一代都唔例外㗎啦。咁跟機都係有翻火牛數據線嘅。咁但係值得一提啦，咁今次會有多個耳機嘅，係啦。咁變相嚟講嘅話，其實就近期有多個國內機都唔會跟耳機㗎啦。咁今次呢部機跟咗嘅話啦，咁其實就對於大家嚟講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好處嚟嘅。咁至於講翻呢部機先啦，咁其實就睇翻個做工方面啦。其實就我自己第一眼摸上手嘅話啦，咁其實上一代嘅話，其實就以翻個價錢嚟講咧，其實都相當之唔錯嘅。因為始終咁講句啦，因為就個價錢都比較平，咁同埋就中移動佢哋過往都冇推出過手機嘅。咁我哋上一代嘅 M81 啦，都擔心下個做工所有嘢會唔會太差咧？咁其實就摸上手嘅話啦，都唔會太差嘅。咁但係就相對上個機身方面啦，有少少膠嘅感覺嘅。咁其實今次呢部 M81 嘅話啦，咁其實就個做工方面咧，會比上一代更加好嘅。咁而且個做工方面咧都有改善過啦。咁其實就比上一代嘅話啦，睇翻嚟講咧會更加佳嘅。咁其次就係啦，咁其實就上一代嘅價錢都非常之抵玩㗎啦。咁但係就略為失色就係啦，佢本身得1GB RAM 嘅啫。咁今次呢部 M81-2C 嘅話啦，咁其實就會配備翻2GB RAM 嘅，咁同埋 NFC 都會保留翻嘅。咁所以變相嚟講嘅話啦，咁其實價錢雖然就相差少少啦，咁但係就換上一個更加好嘅性價比嘅。咁至於機身方面嘅話啦，咁其實啱啱講過啦，咁其實就跟機嘅話啦，其實就本身都係會有少少即係中移動嘅 Apps 嘅，因為佢呢部係中移動自己推出嘅手機嚟嘅。咁但係大家可以放心啦，如果你唔要嘅話啦，就亦都可以 delete 咗佢嘅。咁至於另外一點就係啦，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咁國內機嘅話，咁其實本身就唔會有任何嘅 Google Pay 服務嘅。咁當然啦，經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購買翻嘅客戶啦，我哋會幫大家安裝翻所有嘅 Google Service 嘅。咁其實同翻平時啲機咁用翻一樣嘅啫。咁另外一點就係啦，今次呢個機個喇叭方面咧，其實就比較大聲嘅。咁機背嗰度咧會有喇叭嘅，咁其實就比上一代嘅話咧會更加好嘅。咁尤其是喺個鈴聲方面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，大聲咗好多嘅。咁至於機入邊都係啦，個電池就冇得去換㗎啦，留意翻啦。咁至於右邊又會插翻 SIM 卡啦，咁同埋機頂亦都係呢個位啦，可以插翻個 Micro SD 卡嘅。咁其實就如果計翻呢部 M81 嘅話啦，咁其實就都係主打翻個性價比啦，因為就點解咧？第一樣嘢啦，少數千零蚊嘅手機方面嘅話啦，佢係支援翻國內中移動嘅 4G 嘅。咁如果大家可以睇翻啦，其實普遍嘅 4G 平價手機嘅話啦，咁喺國內只係支援翻聯通嘅啫。咁對於一啲可能有中移動一卡兩號嘅 plan 客戶就有少少唔方便嘅。咁相反呢部中移動嘅 M81-2C 啦，其實就有個好大嘅賣點啦，就係除咗佢能夠喺香港使用翻 4G、3G、2G 之外啦，咁喺國內嘅都支援翻中移動嘅。咁對於一啲可能有啲一卡兩號嘅 plan 嘅客戶嚟講嘅話啦，咁其實呢部機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選擇嘅。咁其實過往 M81 同埋 M81-2C 嘅話啦，我哋喺我哋呢邊都有售㗎啦。咁而且價錢方面咧都係相差幾百蚊左右嘅啫。咁個人推薦嘅話啦，暫時啲刻為止，我會買翻 M81-2C 嘅。咁最主要樣嘢啦，因為始終 M81 嘅話得翻1GB RAM，其實就
比較難用，即係比較唔夠用嘅。咁相反 M812C 嘅話，咁其實配備翻2GB RAM 啦，同埋就喺個做工啊，甚至乎喺部機身方面嘅話啦，會比上一代更加佳嘅。咁而且呢部手機嘅話啦，喺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啦已經有售翻㗎啦。有需要嘅客戶啦，都歡迎聯絡翻我哋呢邊國內手機代購查詢翻啦。咁多謝大家支持嘅。